你爸爸妈妈呢？都去工作。不记得他们的样子。當你覺得陪伴仔女係日常，但有啲細路記住嘅唔係童年嘅笑聲，而係一次次離開嘅背影。佢哋失去嘅唔係玩具，而係童年應該有嘅陪伴。呢個就係留守兒童。平時是誰照顧你比較多呀？奶奶。在家裡是一共有幾個人一起住？2個人。你是從幾歲開始跟奶奶一起住的？2歲。你爸爸媽媽呢？都去工作。還記得他們的樣子？就是你作業遇到不會寫的，那你怎麼辦？你會問誰？你會找誰？找奶奶。那如果是在家或者在學校，你覺得哪一個會更開心？在學校跟同學玩。如果呢個係你嘅細佬，你會選擇留低定係離開？歡迎大家評論話我知。